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得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徛这平安。这是咱三个人诗学罗上帝，圣诗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圣诗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请坐。这是咱要三个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阮今早来到圣殿，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求圣神教阮伫地，引带阮安静心伫主你的面前，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阮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反省阮家己所做所行，是不是合伫主你的心意？求主的保护洗清阮所犯的罪，擦消阮的过失。求圣神伫阮的心中，帮助阮有顺服的心来尊叹上帝的话，互阮的性命得到新的活命。透过圣经的教导，无私的牧养，互阮所讲所行合伫主你的心意，来荣光主你的圣名。主啊！阮是蒙福的人，
你拣选阮加做你的囝儿，白白来领受你的恩典，嘛赐予阮丰盛的产业。阮相信，阮因些成就，毋是我靠主，毋是我靠阮家己的能力，是主你大能的圣手所赐的恩典。特别上帝，你予阮每一个人来领受无共款的恩赐，来亲像主你美好的事工。主你教导阮爱彼此相听，加做基督耶稣的平等，来做主的圣工。求主会当兴起搁较侪同工。虽然阮的能力有限，有时嘛软弱，恳求主加添气力，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予阮有合一的心，甲对主来的智慧，来传扬主的福音。求主嘛会当带领搁较侪还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甲阮相甲来敬拜你，予因的性命对主来得到祝福。主啊，你教导阮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嘛爱阮孝敬老爸老母，今仔日是母亲节，阮感谢主，伫阮的生命当中有爸母的疼惜，辛苦将阮请养大汉。求主来纪念每一位爸母的辛劳，嘛保守看顾每一位妈妈身体健康，有对主来的喜乐感恩之地。嘛恳求上帝信心安慰妈妈无伫身躯边的兄姐。有对上帝来，亲像妈妈的疼为瑞因，因为这份对主来的疼，互阮无论拄着顺境，还是逆境，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支持甲帮助。也为着今早起正道的蔡牧师来祈祷，愿信心甲蔡牧师之地，拍开阮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互讲的甲听的拢总得到帮助。阮恭敬将今早起的礼拜交托伫主的圣手，恳求主来带领，愿阮所献就的一切会当得到主的欢喜。阮的祈祷无够野，爱用主教示阮的主导文相甲来祈祷。阮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咧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甲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要相甲来启应文12篇，伫咱的信息后面18页的所在。启应文12篇，伫咱的信息后面18页的所在。上帝是阮道险的所在甲气力，所以对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一帮哗哗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呀，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展长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
这是咱阁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起立。请坐，学老儿童合唱团要学老的诗歌，要伫全队学老唱歌。我要感谢你，妈妈。
感谢儿童合唱团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愿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00页的所在，台语汉译本第223页的所在。我要读的是台语汉译本，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做囝儿的，恁惦伫主，着顺趁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着孝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甲应允的戒，要互你亨通，当岁寿伫世间。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这是咱要请咱所敬听的蔡牧师来传讲信息。题目是木星系列第2讲好心，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愿上帝亲自祝福，互咱在座所有担任母亲的，拢会当充满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母亲节这个日子是一个快乐感恩的日子，咱伫遮孝念咱的老母过去安怎疼咱，也爱学习安怎回应老母的疼。我相信在座每一个做老母的，今仔日应该拢会真快乐因为等下咱的逝世应该会带咱去食青草，还会送咱礼物但是今仔日过了后，毋知明仔载开始，做老母的敢毋通继续欢喜落去牧师歹势啦，大家问啦惊问这破坏气氛但是咱来理解就是讲，母亲确实是一个真辛苦的工作，因为伊爱同时扮演真侪无共款的角色。咱的母亲伫厝里爱做管家，平常时爱做多子师傅，这3顿拢爱想讲爱变换什么菜色，咱厝内底人才能得到健康。囡仔破病的时阵爱做护士，囡仔咧学习的功课的时阵爱做老师，有时阵佫爱做司机，有时咧处理这家庭的经济的时阵，斤斤计较，那亲像聪明的会计师同款。有时阵厝内底人心情忧闷的时阵，佫爱做心理辅导师。所以总共来看牧师迄个母亲可能是一个真好的牧者伊负担的工作实在真大。我捌看过一个报道，这是根据咱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现代台湾的母亲迄个痛苦的指数哪来哪悬，哪来哪悬当然是因为咱社会治安不良，所以真侪母亲会担心囡仔安全，以及失业的人口增加，家庭经济出现危机，这拢是母亲痛苦指数增加的原因。但是，互母亲上界痛苦的原因，其实是出伫甲囡仔的关系。有真侪母亲伊埋怨囡仔无了解因，甚至囡仔的作为互因感觉伤心，因为亲子关系的破坏，互真侪老母真无快乐。咱知影一个人甲别人的关系无好，伊自然而然伊就袂快乐。母亲甲囡仔的关系无好，安尼快乐袂起来。关系要好，两方面拢爱做调整。所以虽然今仔的信息是对囝儿甲查某囝来讲，互咱来友好，但是做父母的也当透过今仔的信息来调整家己的心态。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静静，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也通照安尼去行，互阮本身得到利益，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
阿门。咱首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伫箴言23章的25节，讲你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母亲快乐。所以这是咱在座所有做人的囝儿查某囝，需要学习而且实践的，爱互咱的父母感觉安慰，感觉欢喜，互咱的老母心中充满快乐。咱来理解来讲，咱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真有伦理的信仰。特别咱看旧约，所有诫命的基础就是10条诫。10条诫其中的第5诫是啥物？爱孝敬父母。爱孝敬父母，通互你伫我要守护你的土地顶面，会当享受长岁寿。所以这是上帝诫命的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咱应该爱透过圣经的教示来学习安怎用友好的心来互父母欢喜。咱知影这个友好其实爱有智慧啦。你若无智慧迄个变做愚妄的友好，这毋对。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咧看这个，咱有这个民间故事内底有这个叫做24孝，对无？我就感觉讲24孝内底较像有一寡毋是讲做有智慧呢譬如讲有一个叫做卧冰求鲤，大家知无？讲有一个人的后母对伊无好，但是伊足友好的。天气寒冷的时阵，连这湖面拢结冰。这后母想要食这个鲤鱼所以这个囡仔拢安尼为着要去掠这个鲤鱼这湖面结冰，无法度拢烫拍册拍伫这个湖面顶面，互这个冰扬去讲安尼好心感动天所以跳2只鲤鱼出来，拢摕去煮互因后母食我常常咧讲，若阮囝做即个代志，可能我会野吹来讲为虾米？天气遐尼寒冷，煞袂晓摕一支猪头去掘即个冰就好，就去烫把册去拍伫即个冰顶面所以这就是无头脑、无智慧所以牧师认为讲，咱要友好有若爱用上帝所赏赐咱的智慧来友好父母咱来知影，随着即个年龄的改变孝敬父母的方式爱改变。咱甲父母的关系无改变，迄种疼的关系无改变，但是你方式爱改变。父母对囡仔嘛是相共，你照顾你的囡仔，你会帮助这囡仔会当独立自主嘛？咱细汉咧带这囡仔咧学行路，咱会来扶咧对无？但是如果你永远无要放手这囡仔永远袂晓行。所以负责任的父母，就是伫适当的时间爱放手，互伊会当独立自主。总袂当讲你囡仔，你细汉用汤匙来饲糜互伊食，到伊直大汉你拢无要改变，永远拢要安尼。安尼你会训练出一寡叫做妈宝，还是讲爸宝的即个囡仔，或者囡仔袂法度成长。相反，囡仔对父母疼的回应，嘛爱做改变。伫无共款的时期，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孝敬父母。所以牧师今仔要用3个阶段，伫咱人生的3个无共款的阶段，用无共款的方式来遵行孝敬父母的即个命令，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透过安尼，互咱的父母得到欢喜快乐，也互咱的家庭充满上帝所赏赐的福气。所以第一项，牧师要分享的就是讲，当咱遐细汉的时阵，也是讲咱中间有迄个囡仔。抑个真细汉的即个时阵咱甲伊的关系中间爱教示这囡仔安怎孝敬父母，就是爱帮助伊用顺从甲孝敬来回应父母的疼。伫咱年纪抑真细的时阵，咱爱对父母需要听叹爱顺从孝敬。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因为和合本的圣经伫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无翻译出来所以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拄则读迄个台语汉语本的，即句有翻译出来伊讲恁做儿女的，爱伫主内面听探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爱孝敬父母，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咱来注意，保罗先生咧讲这段经文中间真重要，就是讲父母甲年幼的囡仔，这囡仔还未成长，有一个真重要的关系爱建立。就是囡仔爱用顺从甲孝敬来回应父母的听。这中间有两个真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讲，伫主内面爱听谈，听谈父母的教示，这是儿女上界重要的本分。因为当咱抑个年幼的时阵，抑未独立的时阵，父母为着帮助咱成长，父母有责任嘛，所以上帝互伊有权柄，咱伫父母的管辖监督下面来成长。所以这个阶段的父母是对囡仔有责任哦。咱来负责任来引带囡仔行伫正路。所以如果若父母无负起教养的责任，递到这囡仔行出偏差的行为，父母爱负连带的赔偿责任嘛。咱拢理解，咱的法律嘛安尼定。所以伫咱搁细汉的时阵，父母对咱有权的时阵，咱爱顺探父母。但是伫遮有一个原则，有一个范围。圣经逐咱讲，爱伫主内面听探父母，意思是讲咱做父母的爱听主的命令，照主的教示去帮助囡仔成长，安尼囡仔才爱听探咱。若你无要照主的教示，拢要用人的想法去教这个囡仔，这个囡仔若无顺探咱，这圣经中间嘛是咱讲，若父母用错误的方式教示囡仔，囡仔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道理的话，会当莫顺探。所以做父母的是真要紧的，就是爱伫主内面，爱伫主内面教示囡仔，囡仔伫主内面爱听探父母。当然，如果咱若做事实，或者父母无用主的教示教示咱嘛爱用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向父母解说讲袂当听探的原因。但是做父母的真重要，就是爱用主的教示来教示咱的囡仔。第二项就是囡仔爱孝敬父母。这孝敬是包含顺从、尊敬、甲爱护，互咱的父母感觉喜乐。孝敬就是讲表示尊重，尊重是表现伫咱的行为甲态度。咱知影有的父母真疼囡仔，我拄则看大家咧看这囡仔咧唱歌的时阵我看父母比这囡仔较欢喜。我伫台下顶拢看大家有诶来翕相啦有诶笑眯眯阿公阿嬷笑眯眯咱听咱的囡仔，但是咱爱知影有一个原则，咱拄则讲爱用主的教示来教示因。因为咱来理解，如果听囡仔听到尾啊囡仔无尊重父母，将来伊就袂尊重上帝。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爱帮助纠正这囡仔，互伊行伫即个主的道路顶面。安尼囡仔将来较会了学习安怎去尊重父母、孝敬父母。而且这段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伊讲，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会当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而且咱来理解这伫世间长岁寿这个代志，毋是简单指咱伫人生中间的活命。因为咱知影这条诫命是对旧约来的，所以如果你若去看旧约这个原本的这条诫命的内容，咱就知影譬如讲你若看《申命记》第5章16节，伊是讲着孝敬父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面上会当久长。所以这是表明讲，咱承受上帝互咱的产业会当久长。意思讲，咱若遵守上帝的诫命，孝敬父母，咱会当承受上帝永远的应允。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真重要的应允。咱来孝敬父母，互咱会当伫上帝互咱的产业顶面久长来徛起。这是第一项，就是伫细汉的时阵，咱来伫主内面听探父母，孝敬父母。但是当咱慢慢长大了，
咱会发现讲，咱的父母嘛是有缺点对无？伊的判断嘛无一定完全正确。特别是咱大汉了，咱家己有独立自主了，咱会发觉讲，其实咱的父母甲咱相款，毋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咱这个时阵爱学习，爱体谅，爱接纳。咱知影接纳并毋是表示你会假做讲咱的父母真完美，也是讲忽略因的错误。接纳嘛，毋是逼咱去同意讲，因一切所做的拢是正确的。有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这毋对，咱每一项拢是软弱的人，咱每一项所做的判断拢有缺失。所以咱要接纳父母，意思是讲，咱爱明白咱甲父母中间的关系。接纳伊是一个无完全的人，爱徛踮伫伊的立场去看咱中间的关系。咱来比较较体谅父母伊的立场。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第一项，咱爱用心、耐心去听父母对咱所讲的话。当你渐渐长大了，你可能开始有家己的意见甲想法。虽然你无一定爱被要求接受父母所讲的一切建议，但是你绝对毋通轻看因的建议。你可能会当无同意父母讲的话，但是爱尊重伊，爱听了，咱来做反省，这就是一种接纳。特别是咱听的过程中间咱爱去感受到父母话语中间的听。其实咱在座有一寡青少年特别是拄则第2场一寡青少年，我咧讲即点的时阵因拢点头。我讲你渐渐大汉了你会感觉讲奇怪，父母较愈来愈啰嗦了，较拢爱常常爱伫咱的耳孔边一直念心肝咱拢想讲毋通阁再念毋通阁再念但是咱来理解父母今仔日愿意对咱提出建议，还是讲伫咱耳孔边啰嗦主要是因为伊真重视咱，真疼咱。所以咱毋通藐视圣经中间讲，你爱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嘛袂当藐视伊。所以父母，咱爱听到父母对咱交代的话后壁面的听。我会记我去成功岭大学的时阵去成功岭受训当然成功岭你就无法度常常甲厝内底联络我成长的过程中间迄个去成功岭是第一遍离开家庭遐尼久的时间迄阵嘛无法度拍电话联络厝内底只会当接到厝内底写互我的批我会记住我接到我的老母的批其实迄内容是真简单，就是交代讲你爱家己保重，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爱听即个长官交代的这个代志迄拢是真平常的物件，拢是常识啦但总是我看了迄个批迄目屎都淋落来，因为我是看到迄批后壁面老母对我丰富的疼，丰富的疼。所以，咱咧听老母对咱讲话，老爸对咱讲话，咱来去听出伊讲话讲这话的动机爱耐心去听，这是对伊的一种体谅，也是一种接纳。第2项，咱来学习包容体谅，包容体谅。咱来理解，咱的父母因为有软弱的时阵，咱来徛踮伫伊的立场去思考。所有的代志，圣经中间人讲，家庭是建立伫智慧甲谅解的基础。这段经文人讲家庭有2个真重要的要素。第一，就是讲咱爱用智慧去建立彼此中间的关系。第2项，毋是干那用智慧尔，毋是干那用知识尔，咱也爱用谅解。这谅解就是同情，就是疼，爱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可能咱的父母咱有真侪囡仔拢会感觉讲，我若生踮伫别人的家庭，我可能较幸福，
我的爸母毋是真负责任啊！真正其实所有的囡仔拢会感觉，拢感觉别人的爸母较疼因的囝。但是你爱徛踮伫恁爸母的立场去想这代志，因为你爱理解一点，你的爸母若无生你吼，因会加足轻松。像我最近会使拢爱起来叫我后生起床伊因为伊下暗拢总爱困，搁做好困所以会使拢爱叫20-30遍才叫伊起来。有时叫伊起来穿一个衫，爱一边穿搁一边困溜啊无溜好。我若无注意者伊搁困去甲伊叫起来叫啊真艰苦。但是我想着我细汉时嘛是安尼我迄阵阮住伫迄透地厝，我住伫3楼，阮老母伫1楼咧准备迄个早顿。我拢叫袂起来一直大声叫，一直大声叫甚至叫阮小妹斗叫，叫袂啥会起来。叫到尾连阮隔壁有一只迄莺歌拢会晓叫我的名，蔡正道起床起床哥哥起床所以我即摆咧做这项代志的时候，我就想着讲，过去我的老母嘛是安尼，真辛苦咧对待我。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相共。如果咱的爸母若无生咱其实因为咱过了加足轻松啦。所以咱爱徛踮伫伊的立场顶面，去想这个代志，去体贴伊，去包容伊。伊无法度满足咱完全的需要，有伊的立场，有伊的困难。这是咱长大了，然后牧师要甲大家讲，进入第3个阶段。当咱的爸母年老衰弱的时阵，咱爱用感谢甲奉养，供应伊的需要，来回应伊的疼。咱爱理解当爸母的年纪渐渐大了，伊的心理会陷入一种无安全感，因为因哪无人重视因的看法。咱的爸母的年纪哪大，因所受的尊敬就哪少，因会被肯定的所在就哪少。咱理解，过去会当甲因互相肯定认同的同辈朋友，可能有人种衰淡甚至拢离开因社会中间也无搁再需要因的技术甲经验因长大成家的这囡仔，可能拢家己无用家己的事业甲家庭中间，所以因会哪来哪孤单，哪来人感觉讲无被肯定，甚至若较消极的感觉讲我家己可能无路用。所以伫即个时阵咱着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爸母，来友好爸母。但是伫遮牧师先跳出来讲另外一件代志。如果你目前年纪已经大，你若感觉有即款的想法，讲我感觉哪来无受到肯定甲重视，我感觉家己无路用你一定要调整。你要徛踮伫囡仔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你的囡仔嘛承受真济压力的。咱知影有真济少年人，也是讲中年人，伊顶面爱服侍爸母，下面爱养饲囝儿。你看伊的压力偌大。所以如果你若是长辈，你要徛踮伫你囡仔的立场来想，你若较济想遮，你的心也会当得到透放。但是伫遮牧师嘛要勉励所有做囝儿甲查某囝，如果你的爸母年纪已经大，伫即个时刻，因需要被你的感谢甲肯定。你要肯定爸母对你的价值，只要因也活着，爱不断表达你的肯定甲感谢。要安怎做？实际上，你会当常常爱开时间，甲你的爸母讲你的心事，讲你的工作，讲你厝内中间有啥物款的问题，找因参详一下。特别，因可能无法度互你啥物款好的建议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会当拜托因替你祈祷，将你的代志放伫因的祈祷中间，而且感谢伊为你所做的一切，感谢伊伫过去、现在、甲未来要为你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肯定父母，来表达因对你的意义真重大。安尼，互因感觉心内充满望甲快乐，而且爱趁你父母还阁伫的时阵，都常常去表达对因的感谢。牧师甲大家讲过一个我的经历嘛，我讲当阮老母过白色的时阵，入牧师的时阵，礼仪公司的人摕一蕊花叫我来献花。迄个时阵我心中充满了后悔。我想着讲，我顶一遍送花给我的老母是我大学毕业的时阵，因为有人送我一束花，讲我大学毕业嘛，我为着感谢父母，感谢我的老母，将这笔花送给伊。了后这中间，我拢无阁送任何花给我的老母。我实在非常后悔，所以我甲老母的关系真好，也有送一寡礼物给伊，但总是迄个献花的时阵，互我感受到讲，我对伊表示的感谢，抑阁是太少的。所以，如果你的老爸老母也伫的，紧把握机会，常常向伊表达你心中的感谢。我拄则讲过，一对父母要养饲的囡仔长大，爱开真济时间甲精神。简单对经济方面来讲，咱根据调查，要养饲一个囡仔，对伊出世到伊大学毕业，普通的家庭差不多爱开500万。那搁较投资搁较济，差不多爱开800万。咱的父母就是遐尼用心，欠长内度。来扶持咱大汉，所以要适当的时间把握机会，紧向伊表达咱心中的感谢，肯定伊过去对咱所做的一切。第二项，爱奉养父母，就是讲你爱补满父母伫物质上的欠缺。咱来理解，这是圣经中间的教示。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4节讲，如果一个寡妇就是失去丈夫的瓦壳，所以如果若有儿女甲孙儿女的，这后辈就爱先学习安怎伫厝内底尽孝道来报答父母甲阿公阿嬷，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这当然提醒你讲，无论你伫教会中间奉献偌济，表现偌好，你的家庭中间，如果你的父母还是讲你的阿公阿嬷，伫经济上的需要有欠缺的时阵，这都毋对。咱来供应因伫经济上无烦恼。有的人讲，阮老爸都趁比我较济，我敢主要表示，当然爱表示啊。当然爱表示，因为这是你表示你对伊的尊敬甲友好。你照你的收入的多少，你来分配。但是袂当完全拢无，这是咱对父母的一个表达一个真重要的友好的一个行动。过去我伫南部牧会的时阵，阮伫教会中间，我拢推行有教会的目标、家庭的目标、个人的目标。其中伫家庭的目标，就是即项爱放伫内底，每一个月定时定额爱友好父母。这是咱应该会当做的。咱在座如果若抑个细汉无收入的，比如讲阮2个囡仔，即摆抑个咧开钱，因无去趁钱，伊嘛会当表示，过年的时阵，伊嘛会当互我红包，啥物红包？内底放迄个兑换券，捶背5分钟，洗碗1次，负责家庭内底的代志，这嘛是对父母的一种疼的回应，上昨下暗，伊毋知是为着要表演还是安怎，阮牧师娘讲伊腰会酸，所以2个拢带牧师娘抓铃，虽然是技术无好，但是牧师娘嘛真快乐，所以咱来适当去表示咱对父母的感谢，这对因来讲是真大真大的意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学习伫无共款的阶段，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友好父母。如果你会当安尼做，
我确信上帝要赏赐咱的福气，就临在咱的家庭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予阮一遍提出警醒，予阮学习安怎经营阮的家庭，就是透过体贴，透过互相包容，以及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来予阮的家庭领受对你遐来的福气。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做老爸做老母的，拢充满欢喜喜乐的心。阮在座做囝儿查某囝，拢会当尽力去孝敬父母，来予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433首，恳求上帝赐恩赐福来回应上帝听。圣诗433首，恳求上帝赐恩赐福，请起立。请坐。
这是要请儿童自律学国小组来献诗。细汉囡仔学乐提杯，妈妈，我要感谢你。感谢咱的儿童主日学国小组的小朋友，就用水的时光带咱来学乐上帝，嘛感谢妈妈。咱谢谢咱的国小组的小朋友。这是要请儿童主日学幼稚组，就是咱幼稚园的小朋友来献诗。圣诗早是犹太正世囝，搁一首日文离意的鸽子春天来了，搁一首华语的献给亲爱的妈妈。咱要请咱幼稚园的小朋友。
小红指示就是老师有讲到，那是会晓唱的爸爸妈妈，可能阿公阿嬷嘛会当对咧唱迄首日本歌，毋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敢有听见？有吼，感谢上帝。咱的儿童自律学伫逐主日下早时10点，伫咱的9楼啊，阁有8楼有伫遐上课，嘛会当甲咱厝内底囡仔带来教会，做伙来上主日学课程。咱感谢咱幼稚组的小朋友，这时咱嘛要备办心，要来奉献。若是讲你是头一摆来到咱的教会，上联教会，还未填写老名卡的兄弟的朋友，伫你的座位头前有老名卡，嘛会当来填写，交互阮收奉献的指示，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咱要三甲来奉献。
这是一封写给妈妈的批，批内面有我要讲的话。真久无见面，妈妈我想念你。你有勇敢吗？有快乐吗？想起细汉我的妈妈身边，你讲故事，搁甲我吟诗。你的笑容永远刻在阮心内，我要感谢你，我的妈妈。妈妈，你是我的天使，妈妈，你是我的宝贝。我要合双手感谢天父，想出我这么好的妈妈。我心感谢主，我心呼噜主，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妈妈，你是我的天使，妈妈，你是我的宝贝。我要合双手感谢天父，想出我这么好的妈妈。我心感谢主，我心呼噜主，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有教业恩赐。只是阮献上淡薄金钱伫主你的面前，诚做主的圣工来用。阮嘛要奉献阮全部的家己，来诚做主你合用的工人。求主来感纳，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拄则咱咧奉献时阵，朱老师献诗的时候，我看真侪人拢咧切目屎吼，咱拢真感谢咱的老母对咱过去的付出吼教会也对咱在座所有的妈妈吼有一个表示咱会赠送一个礼物吼咱赠送礼物的范围是在伫你已经结婚的女士啦无论你敢有囡仔咱拢会赠送一个礼物互你所以咱请这个妈妈这个已经结婚了的这个太太咱请起立咱有一个
礼物要赠送互恁吼，咱的志工会，咱请咱去按手来拍鼓来感谢因吼。咱摕着礼物了，就当坐落来吼。就亲像牧师拄则所讲的，所有的妈妈拢真负担真重的重担吼。咱做囝儿的真正爱好好来表示吼。愿咱的母亲每一天拢会当欢喜快乐。咱顶面吼，顶面吼，请咱的同工，咱顶面还袂分吼。11楼，11楼。11楼吼。咱10楼的这边拢有摕着吼。咱这时阵来替这所有的妈妈来祈祷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守护照顾阮的母亲，伫阮的家庭中间付出因的心血。来养育阮大汉，我要因为安尼来感谢你。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妈妈，拢会当有健康的身体，也会当领受你对你遐来稳定，互因的精神也得到主所赏赐的稳定来快活。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会当用孝敬父母来回应妈妈对阮的疼。求主，你互阮的家庭充满你的稳定，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关心教会圣工，伫咱的周报会当做伙来关心。伫周报的第5页的所在，本周的特别事工，今仔日本主日是母亲节的主日，伫第5页的所在，祝福各位母亲节快乐。礼拜当中，教会有赠送每一位妈妈一份礼物，愿上帝来纪念妈妈对家庭的关心付出，还佫有祝福妈妈身体健康、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主恩满满。第2点报告事项，咱三个来关心本会的会友李阳玉、佫谢梦之伉俪，就是李汪正佫林秀月夫妇的囝。要伫5月9号，他们在5月9号喜获千金，愿上帝赐福新生儿，还有全家。第3点报告事项，春季的敬老旅游已经报名的兄弟，请你伫拜2下早时8点半伫教会1楼准时出发，请咱的长辈会当来注意，兄弟来关心来注意。还佫第4点，全教会的灵修会
伫后礼拜六5月19号下早时9点到下晡时的4点30分，若是还未报名的兄弟，嘛会当来参加全教会的灵修会。煞则来看第7页的所在，第7页，咱牛埔庄讲语所的消息。王院长的温柔神学讲堂，搁伫咧上课当中，若是讲有意来参加的兄弟，会当花时间来参加真好的课程。搁有一个就是今仔日母亲节的活动，伫咱的第7页的自由报的正手边，母亲节快闪的快拍活动，是咱的资讯传播委员会的消息，伫咱的教会的1楼、7楼，搁有9楼，小等礼拜了后，会当全家来翕相。咱的资传有准备小礼物，要送予不限定的对象，可能是惊喜哦。嘛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这个最有意义的活动，做伙来庆祝母亲节，留一张合照来纪念。好，这是以上我无报告的所在，嘛请咱的兄弟家己来看，来关心教会圣工。这是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牧用带导。咱中间毋知到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你无填写着老名卡有无？牧师来补充报告，咱有几个真重要的这活动，就是咱的全教会灵修会，伫即个礼拜要举行。今日报名到最后一天，请大家把握时间来报名。搁有牛埔庄的这讲义讲义所的即个专题非常好请大家会当来参与，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圣殿中间服侍敬拜你，领受你的话。阮求主你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互阮会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来祝福人。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你加添阮气力，互阮会当复原，也互阮忧伤的得到安慰。病痛得到医治，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坚强，互阮伫生活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来做见证。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上营信息508首，TA 万邦万国万民，信息508首，TA 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阮享受差遣。